每逢流感高峰，診所、急症室大排長龍。好嚴重梗係睇急症啦，如果普通嘅有個聽日先睇咯。通常睇醫生咯，我好少食成藥嘅，覺得安全啲咯。小病小痛，有人選擇自己去到藥房配藥。感冒咪執感冒藥咯，乜嘢病啊係乜嘢嘅，你話俾佢知乜嘢，咁佢會執你俾你。有啲家庭就習慣儲存藥物旁身。小朋友咪儲存到佢嗰個點樣講啊？有個期限啊，4個月啦，咁佢聽醫生講擺一擺先，係擺雪櫃喎，通常。近年本港陸續設立社區藥房，佢喺市民用藥上面發揮乜嘢作用？一般掛上 RX 標誌嘅藥房，同佢又有乜嘢分別呢？住喺南區嘅郭小姐今年55歲，佢話自己後生嘅時候就已經痛症纏身。而家做保安嘅佢，成日都要坐，久唔久都會做運動伸展。我諗大概咧20幾30歲嗰陣時開始啦，咁就發覺自己咧經常性骨痛啊，有啲勞損啦，咁做下咁就越嚟越發覺多問題啦。成日去睇醫生，又要食止痛藥啊成嘅。咁一食止痛藥咧，我啲腸胃比較敏感啲嘅，咁食咗之後咧，我就會啲腸啊，會有啲抽筋啊、唔舒服啊成咯。咁變咗成日都係斷斷續續。佢仲患有骨質疏鬆同脊椎瘤，一直喺公立醫院睇病。要食啲神經線藥啦，要食骨質疏鬆藥啦，同埋一啲胃藥咯。因為我都食幾多藥啦，咁所以其實我每日咧都會做一啲氣功運動啦，同埋一啲拉筋嘅運動啦，幫我增加下啲肌力咯，強身健體。呢一日，郭小姐去到區入面嘅社區藥房，配醫生處方嘅骨質疏鬆藥物。想嚟配翻啲骨質疏鬆藥嘅。佢話自己都係無意間發現社區藥房。搭車巴士嗰時經過見到有一間社區藥房，咁於是咧我就有時會早咗落車，咁經過就會入去睇下咁樣咯。請到3號櫃台。我最初咧就係有啲皮膚敏感啦，有啲痕啦，咁我就搽開啲藥膏嘅，但係諗住配下嘅。咁但係咧，藥劑師話俾我聽咧，嗰度咧就冇嗰隻止痕膏。咁佢就反而介紹咗我另外一隻止痕啦，同埋消炎嘅藥膏。佢教我點樣用啦，幾耐搽一次啦。F007。郭小姐一直就醫嘅公立醫院為佢開出藥物處方，佢拎住處方去到社區藥房配藥。如果收到一張處方咧，我哋藥劑師咧都會睇下食緊嗰隻藥嘅名啊、劑量、份量同埋食嘅次數同埋食幾耐咁樣嘅，咁同埋最緊要咧都要有埋醫生嘅簽名同埋佢個日期，係啦，咁呢個就為之一個有效嘅處方啦。社區藥房入邊咧，咁其實都會有好大範疇嘅藥物啦，有一啲處方藥物係俾市民過嚟拎住處方過嚟配嘅，咁就係譬如話啲血壓藥、糖尿藥等等。啲非處方藥物，即係譬如話一啲止痛藥啊、傷風感冒藥啊。咁當然我哋除咗呢啲藥物之外咧，咁亦都有保健產品，咁亦都可以幫市民去管理好佢哋自己嘅日常健康。係郭小姐，呢度梗係今次嚟配嘅藥嚟嘅，想問你係咪第一次食呢隻藥啊？係啊，咁我哋可能入間房入邊，我哋再詳細再講一講。我哋除咗配藥之外啦，佢哋有啲用藥上嘅問題，咁都可以隨時過嚟問。我哋都食緊好幾隻藥。佢係港大藥理及藥劑學系教授黃志基。本身係藥劑師，除咗推動用藥安全，佢亦係醫務衛生局轄下社區藥房工作小組嘅聯席主席，負責推動同埋監督本港社區藥房發展。
其實呢個社區藥房呢個概念咧，喺世界各地裏邊咧已經係有好多年嘅啦。咁譬如攞翻英國做例子啦，佢哋政府嘅藥物咧，全部都係喺社區藥房裏邊去到做呢個配藥嘅。醫生咧就係負責斷症啦，同埋俾出呢個醫生紙處方啦，而令佢哋去到藥房裏邊去做配藥咯。我就同唔同嘅志願機構咧，就開咗唔同嘅藥房。咁喺當中咧，我哋試驗唔同嘅方法咧，譬如可唔可以喺外國裏邊嘅一啲實踐咧，我哋喺翻香港去使用啦。咁而不斷嘅去改進。全港現時最少有20間社區藥房，為市民提供配藥同埋藥物諮詢、指導等嘅服務。呢啲社區藥房主要由非牟利機構、大學或者藥劑師團體營運，而每間針對嘅對象都唔同。例如有一啲社區藥房只係接受醫管局同埋衛生署轄下醫療機構病人喺有藥物處方下配藥，有一啲會為合資格嘅長期病患同埋癌症病人提供藥物資助，以較便宜嘅價錢去購買自費藥物。社區嘅藥房咧，第一樣嘢可以幫助病人做自我管理啦，啲小病小痛咧唔需要去到政府嘅醫院或者去門診去睇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而家喺醫管局嘅藥咧，就一定需要喺翻呢個醫管局裏邊嘅藥房去配嘅，咁令到嗰度都排到好大嘅長龍啦。好多時呢啲嘅藥劑師咧，其實係到類似啲街坊一樣嘅。咁好多時唔同嘅病人咧入到嚟當中咧，可以問佢哋唔同嘅健康問題啦。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轉介佢哋去睇醫生嘅，方便你同醫生去做翻個溝通。社區藥房同市面上面一般掛上 RX 標誌嘅藥房有咩嘢分別呢？社區藥房其實係一個 generic term 嚟嘅，即係其實所有註冊嘅藥房都係咯。但係咧，而家好多時政府講緊嘅社區藥房咧，其實講緊而家類似 NGO 藥房。其實而家香港政府咧就係想一個嘅地區網絡嘅團隊咧，能夠令到醫生啦、藥劑師啦、護士啦，甚至乎視光師啦，以及呢一個物理治療師咧，係大家共同嘅去到工作。68歲嘅胡先生喺患上糖尿病同埋三高之後，更加注重飲食，打針食藥已經成為日常。我糖尿病咧，我就啱啱佢同我轉咗打針，咁就已經少咗好多藥啦。咁但係都係要食有啲糖尿藥啦、血壓高藥啦、夜晚嗰啲血脂嗰啲藥啦。呢一日，佢到社區藥房買居家常備嘅非處方藥物。Hello， 你好，我想配藥嘅。明白，好啊。咁我哋陣間出藥嘅時候咧，都會再同你講多次點用啊。好好。唔該你。係，胡生你好，請坐啊。係，我係呢度藥劑師姓陳。咁今次想配個抗敏感收鼻水藥，之前食過未㗎？之前食過啦。都食過嘅。因為我舊時配過一次平安藥包咧，基本上就好多嘢都好齊全。唔少市民都會好似胡先生一樣，配備一啲藥物看門口。又配咗啲收鼻水藥。呢個收鼻水藥咧，其實我係同屋企人配嘅。啱啱我個仔咧就傷風之後咧就鼻水收唔到，而屋企嗰啲啱啱食晒，所以順勢就喺度配埋嚟俾佢食，同埋補充翻唔夠嗰啲藥。其實配平安藥咧就係話小病小痛咧，就我哋自己可以處理得到。通常平安藥咧，其實每個人都有啲唔同嘅，因為可能有啲人比較多有腸胃嘅問題，但係有啲人咧其實基本上病親都係喉嚨痛或者傷風嘅啫，咁可能就相對主要都係啲上呼吸道嘅藥物。咁最常見嘅就包括一啲退燒止痛藥啦、收鼻水藥啦，或者一啲抗敏感藥膏啊，甚至一啲腸胃止瀉藥啊呢一類。藥劑師會解答市民常見嘅用藥疑問，可能就係話一日3次，即係幾多個鐘頭一次呢？我半夜需唔需要起身食多一劑呢？咁即係呢一啲都會，我哋以前會覺得啊，好似好簡單嘅問題，其實原來好多市民都唔係太清楚。第一次上嚟咧，都基本上會做翻個諮詢先嘅。
始終每個人個情況唔同，可能佢有啲長期病患，或者食緊某啲長期藥，其實唔可以食某啲嘅平安藥嘅，都要教育翻嗰個病人啦，或者街坊啦，其實翻到屋企點樣可以用到嗰啲藥咯。政府今年第4季分階段推行社區藥房計劃，現有合資格嘅註冊藥房都可以申請成為計劃框架下嘅社區藥房。初期喺東區、油尖旺、沙田同埋元朗4個地區試行，目標係擴展到全港18區，以加強病人準確用藥，避免儲存過量藥物，減少浪費，亦都為病人提供更方便嘅取藥途徑同埋用藥指導。人口老化咧係全個世界都面對緊一個問題咯。咁我哋會相信咧，不論係香港又好，或者係外國都好咧，越嚟越多嘅慢性疾病啦，咁係需要去到喺社區裏邊治療。咁所以藥劑師嘅角色會越嚟越重要。一人嘅家庭醫生啦，咁喺當中我哋同啲家庭醫生去合作嘅時候咧，社區嘅藥劑師同埋藥房咧，就同佢哋配套，就會令到我哋嘅病人咧更加得到好嘅醫療系統。